来继续来看，前总统马英九今仔日举办一场经济论坛，郭台铭5吨2早起前后到场，朱立伦甲韩国瑜下晡嘛去参加。国民党内的带头隆重告济，会当讲是国民党的超级成绩日。马英九认为，民进党政府的新南向的政策成效无好，应该赶紧来成立自由贸易经济区。另外嘛，传出讲郭台铭会伫6月21的股东会宣布交棒，但是郭台铭无正面来回应。早安。头地国旗部啊，红海党市长郭台铭甲大家拍招呼，参加国民党总统初选以后，听讲郭台铭将伫6月21的股东会要交接。今天呢，我想主要让我专心哦，把这个经济的议题哦，政治必须替经济服务，政治不是天天在打口水战，啊，政治必须要放下身段，替台湾的经济找出未来。敏感的议题，郭台铭无正面的回应。前总统马英九主办经济论坛，郭台铭甲国民党主席吴敦义透早就来捧场。马英九嘛提出数字，认为伊执政8年的经济表现比总统蔡英文更较好，更加批评新南向的政策，呼吁成立自由贸易经济区，投入大量的心力在新南向政策，成效呢更是不如预期，反而呢吸引来很多非法打工跟卖春的人口。15位县市长都要求联署要求设立自贸区，请民进党政府呢不要再反对。马英九火力全开，验过吴敦义甲高雄市长韩国瑜吴韩会下晡要举行，两人被认为敢是有心肝。只有连结，没有心结啊。连结是什么连结？我们关心他，服务大家嘛。吴韩会以后，韩国瑜下晡卖甲马英九、郭台铭、新北市前市长朱立伦参加圆道的论坛。国民党总统初选真激烈。那赢这头人伫公开甲私底下互动，拢牵动着明年大选的布局。